后来最近这个网络顶流传一个影片，讲这个火烧厝，咱若调离个火场，会当摕迄个水管来接马桶，安尼就会当数着空气，会当争取着救援的时间。咱台关消防局讲，这无禁忌，拄着火灾，上好也是爱走向楼骹来逃生。啊，若是拢是乌烟已经灰无路路，就去找有窗仔门的房间等待救援。 那讲若是凡讲若拄着火烧厝的时，会使利用马桶内面通过外口排水管来喘气，争取时间。这是网络里流传的一支影片，这敢有影？南投县消防局人员认为讲，安尼做并无妥当。针对里面的空气，是不是第一个是足够我们的可以做一个避难逃生的一个维持那个空气的时间的那个浓度是不是够？ 伊讲，若拄着火烧厝的时，正确做法是讲，若是要看有路，就要赶紧走落去楼骹；若是烟已经伤大，看无啊，就要走去有窗门的房间闭起来，赶紧卡119。对外如果没有浓烟的话，就是依消防署避难逃生原则，向外向下，浓烟是往上窜升，它窜升速度远大于人往上逃生速度，所以不建议往上做一个逃生。 也就是讲，网络有一寡影片看起来敢若有理，也无咱乡亲闹顾虑者上好，请教专业单位人员，安尼较妥当。